各位老友記，你哋好，我係文峰。今日我想同大家講一啲好現實、好坦白嘅說話。可能你聽完之後會覺得有啲刺耳，但係句句都係我幾十年睇相、算命閱人無數之後，最想同各位老友記分享嘅人生智慧。呢排我見咗好多客人都係70歲上下嘅老友記，佢哋走入嚟坐低，個個都滿面愁容，有啲甚至話自己晚景凄涼，仔女唔理，身體又差，手頭又緊，真係唔知為乜捱到咁老。但亦都有啲老友記70幾歲人行路有風，面色紅潤，出入有自己嘅社交圈子，仔女爭住請佢哋飲茶，成個氣場完全唔同。我成日都喺度諗，點解同樣係70歲，有人活成苦不堪言嘅樣子，有人卻活成令人羨慕嘅大贏家？經過幾十年觀察，我可以好肯定咁話俾你知，70歲以後真正決定你後半生幸福品嘅，絕對唔係仔女孝唔孝順，唔係你有幾多孫，更加唔係你住幾大間屋。真正決定你晚年命水好唔好嘅係你自己身上有冇做到5件事。只要你做到其中3件，你已經係呢個年紀入面最頂級嘅人生贏家。你嘅晚年命水好到令人羨慕。今日我就逐一拆解俾你睇，你睇下自己中咗幾多條。喺我開始講呢5件事之前，我想同大家講一個我好深刻嘅個案。有一位70幾歲嘅阿伯嚟揾我，佢一坐低就喊到收唔到聲。佢話自己退休之前係做小生意嘅，賺到唔少錢，3層樓幾百萬現金，全部喺70歲那年一次過戶俾咗2個仔。佢當時覺得自己70歲啦，遲早都要俾，不如早啲俾，等仔女開心下，自己都可以安享晚年。結果呢，過戶之後唔夠1年，2個仔開始為層樓嘅分配吵架。大佬話自己照顧父母多啲，應該攞大份；細佬話自己經濟差啲，應該多分啲。兩兄弟嗌到面紅耳赤，最後竟然將老豆老母當波咁踢。大佬話去細佬度住，細佬話去大佬度住，2老母定企，最後要租間宿房自己住。個阿伯同我講，佢而家後母到不得了，如果時光可以倒流，佢打死都唔會提早分家產。呢個故事真係血淋淋嘅教訓。所以我今日講嘅第一件事就係，你一定要手頭有自己足夠嘅積蓄，死都唔好提早分家產。呢件事我見得太多啦，真係見一次心痛一次。好多老友記覺得自己70歲啦，人生已經行到尾聲，啲錢遲早都係仔女嘅，不如早啲俾佢哋，自己仲可以博個好人情，等仔女覺得阿爸阿媽大方，第日會對自己好啲。呢個諗法大錯特錯，錯到離譜。你唔明白人性，你唔明白錢喺自己手同錢喺仔女手嘅分別有幾大。錢喺你手，你講嘢就有底氣，仔女對你會有顧忌，會驚你唔開心，會驚你將來唔幫佢，會驚你偏心。佢哋會主動打電話關心你，會主動返屋企探你，會主動問你夠唔夠使，會主動同你報告近況。但係一旦啲錢過咗戶，層樓轉咗名，你就變成咗一個冇牙老虎。你再冇任何籌碼可以同仔女講條件，仔女再唔使睇你面色，你病咗都未必有人理你，你生日都可能得自己一個人過。呢個就係現實，雖然難聽，但句句都係真話。我唔係話你啲仔女一定壞，而係人性本身就係咁。當你冇咗利用價值，當你可以俾嘅嘢都已經俾晒你，喺佢哋心中嘅分量自然就會減輕。錢財係你晚年嘅定海神針，錢喺邊度，你嘅安全感就喺邊度，你嘅尊嚴就喺邊度。未到閉眼嗰一刻，千祈唔好提前分家。你可以同仔女講，我嘅嘢第日都係你哋嘅，但而家未係時候，等我百年歸老之後，你哋點分我管唔到，但而家我仲在生，我就要自己話事。記住，守財不分家係晚年最重要嘅防身術。好多老友記覺得同仔女講錢傷感情，但現實往往係冇錢更傷感情。你冇錢，仔女會覺得你係負累，會嫌你麻煩，會唔想理你，會唔想接你電話。你有錢，仔女會覺得你係寶，會爭住黐實你，會驚你唔理佢，會爭住討好你。呢個就係人性，你唔好怪佢哋現實，因為每個人都係咁，包括你自己都係一樣。所以請你一定要守住自己嘅老本，呢個係你晚年最後嘅防線，亦係你翻身嘅最大本錢。你唔好覺得守錢係自私。你守住錢，等自己晚年有保障，唔使仔女為你嘅醫藥費煩惱，唔使仔女為你嘅生活費擔憂。呢個本身就係對仔女最大嘅幫助，
你將自己變成仔女嘅負擔，先係真正嘅自私。如果你想學點樣得體地拒絕仔女要你提早分家產，或者向你借錢嘅無理要求，請你而家就點個讚支持下，同埋訂閱我哋頻道。我下一期會專門做一集，教你70歲後如何安全掌握家產，教你一招防身術，等你唔使再為呢啲嘢煩憂。記住，守得住錢就守得住尊嚴，守得住晚年。你手頭有足夠嘅積蓄，你就有選擇權。你可以選擇點樣生活，可以選擇住邊度，可以選擇使唔使幫仔女，可以選擇點樣安排自己嘅醫療。你乜嘢都冇，你就乜嘢都冇得揀，只能睇人面色做人，只能求人收留你。呢兩種晚年你想過邊種，你自己揸主意。講完錢，我講第二件事就係唔好同仔女同住，保持適當嘅界線相見，好同住難。呢句說話我講咗幾十年，但係依然有好多老友記聽唔入耳，或者聽入耳但做唔到。佢哋覺得我同自己個仔住有咩問題，我幫佢湊孫煮飯打掃，佢哋不知幾高興，不知幾需要我。我同你講，短期係高興，長期就一定出問題。你唔好以為自己係例外，幾十年嚟我未見過一單例外。兩代人生活節奏唔同，飲食習慣唔同，教育觀念唔同，睇電視嘅口味都唔同，沖涼用幾耐熱水都唔同。你點可能日對夜對都冇摩擦？你早睡早起，仔女晚睡晚起。你話佢哋唔健康，佢哋話你唔識享受生活。你中意食清淡啲，仔女中意濃味嘢。你覺得佢哋唔識養生，佢哋覺得你老土，你湊孫跟以前嗰套，佢哋話你唔科學。你反駁話我湊大你㗎，佢哋就話而家唔同。以前你睇電視中意睇粵劇，仔女中意睇新聞。你話佢哋唔識欣賞傳統，佢哋話你唔關心時局。你沖涼用10分鐘，仔女用半個鐘。你話佢哋嘥水嘥煤氣，佢哋話你唔識享受，日積月累，啲怨氣越積越深，最後爆發出嚟，輕則面阻阻，重則凡面收場，從此不相往來。你話何必呢？所以70歲以後最好有自己獨立嘅生活空間。你唔使住大屋，唔使住豪宅，但一定要有一個屬於自己嘅地方。一個你可以着住底褲通屋走都冇人話你，一個你可以幾點瞓幾點起都冇人干涉，一個你中意煮乜就煮乜，中意食乜就食乜，中意幾時食就幾時食嘅小天地。呢個空間就係你嘅避風港，就係你嘅尊嚴所在，就係你最後嘅堡壘。你唔好主動搬去同仔女住，更唔好勉強自己照顧孫輩。你有你清靜嘅日子，佢哋有佢哋年輕嘅生活，保持一碗湯嘅距離，就係你煲好一碗湯行過去仔女屋企，碗湯仲熱嘅，大家坐低飲完傾下偈，然後你返自己屋企，逢年過節見個面，大家客客氣氣，開開心心。你係佢哋尊敬嘅長輩，而唔係日日對住摩擦不斷嘅冤家。保持適當嘅距離，仔女反而會更加尊重你，更加珍惜同你相處嘅每一刻。呢個就係人性嘅微妙之處。你越黐身，佢哋越嫌你煩；你越獨立，佢哋越覺得你犀利，越覺得你值得敬佩。如果你而家都同緊仔女同住，覺得生活有困難，唔知道點樣開口搬走，記得訂閱我哋頻道。我哋會持續推出關於晚年如何同仔女劃分界線、優雅獨居嘅技巧訂閱，我哋先唔會錯過呢啲實戰乾貨。搬出去住唔代表你唔愛仔女，恰恰相反，咁樣做反而係為咗維護一段健康長久嘅親子關係。你唔想有日同仔女反面，你唔想有日後悔莫及，你就應該趁早保持距離。記住，有距離先有美感，有界線先有尊重。你同仔女住得近但唔同住，大家有自己嘅空間，有自己嘅自由，同時又可以互相照應，呢個係最理想嘅狀態。你病咗有人即刻知道，仔女有事你都可以幫到手，但大家唔使日日對住，唔使為雞毛蒜皮嘅嘢嗌交。你試下諗，你同你個仔女而家關係好，係因為大家見面少。如果你日日對住，你估仲會唔會咁好？你一定唔會講完住嘅問題。我講第三件事就係識得裝傻扮懵。不過問後輩嘅是非，70歲以後你一定要做一個糊糊塗塗嘅快活人，而唔係一個精精明明嘅凡人。呢個道理我越老越覺得重要，越老越覺得係保命嘅金科玉律。仔女夫妻嘈大鑊關你咩事？佢哋床頭打交床尾和，你一出聲反而令事情複雜化，你幫任何一邊都係錯。孫仔校第幾關你咩事？讀書係佢自己嘅事，
你問得多，佢只會覺得你煩，覺得你施加壓力。親戚之間嘅恩怨關你咩事？你幫邊一邊都唔啱，不如乜都唔理，由得佢哋自己解決好多。老友記就係衰多嘴、衰多事，從意做裁判，從意做和事佬，結果兩邊都唔討好自己，搞到自己一身蟻，搞到裏外不是人，仔女夫妻嗌交。你幫新抱講一句，個仔嬲你；你幫個仔講一句，新抱嬲你。你話兩邊都唔幫，佢哋又話你冷漠無情，所以你點做都係錯。唯一啱嘅做法就係乜都唔講，乜都唔問，扮懵扮聾扮啞。佢哋喺你面前嗌交，你起身話我去沖杯茶，或者話我返房瞓陣，或者話我去樓下行下。你喺現場，佢哋就會拉你落水，就會逼你表態，你離開現場。佢哋反而會收聲，會自己解決孫仔考試成績差。你唔好問，更加唔好批評，因為佢父母自然會處理你嘅角色，只係阿爺阿媽。你嘅責任唔係管教，而係錫佢。你只需要話讀書辛苦啦，食多啲餸啦就夠晒，就最得人中意。親戚之間邊個唔妥邊個，邊個借錢唔還，邊個又得罪邊個。你一概唔知，一概唔理。有人同你講是非，你即刻話我耳聾聽唔清楚，或者話我老人痴呆乜都唔記得。做一個聾耳眼花嘅老人家，不聞不問，反而會少虛很多無謂嘅煩惱，反而會得人尊重，得人中意。呢個就係大智若愚嘅境界。你做得就係高人，你越精明越從意，打聽越從意，發表意見就越容易招人嫌，越容易惹禍上身。你越糊塗越乜都唔理，越乜都唔問，反而越得人中意，越能夠安享晚年。因為冇人想同一個從意管東管西、從意問長問短嘅老人家相處，但人人都樂意同一個和和藹藹，乜都由得你，乜都唔計較嘅老人家傾偈。喺家庭中學會扮懵，係一門極高深嘅晚年修行。做個糊塗人反而最識享福，最識保護自己。如果你想學點樣優雅地抽身於家庭是非，做個清靜無憂、不招人嫌嘅長輩，記得點擊訂閱，加入我哋呢個精明老友記嘅大家庭，一齊分享通透生活感悟智慧。你記住，70歲之後，你嘅任務就係享福，而唔係繼續做家庭警察，唔係繼續做裁判官。你操勞咗大半世，付出咗大半世，係時候放過自己，俾自己一個清靜舒服，唔使再為任何人操心嘅晚年。你唔理人哋嘅事，人哋就唔會理你嘅事。你唔惹是非，是非就唔會惹你。呢個就係因果。講完扮懵，我講第4件事。呢件事比起頭3件更加基本，更加重要，就係身體冇大痛，能夠生活自理，唔使仔女貼身照顧。70歲以後，身體健康，行得食得，就係你最大嘅資產，係你所有幸福嘅根基。你手頭有再多錢，如果你長期臥病在床，你嘅錢都要俾晒醫生同看護。你住嘅屋幾大幾靚，如果你行唔到出門口間屋，對你嚟講就係一間豪華嘅監獄。只要你唔使長期臥床，唔使仔女幫你沖涼、餵飯換尿片，你就已經免去啦人生大半嘅悲苦。仔女亦都會少很多負擔，一家人嘅關係都會和諧好多。呢個就係雙贏。我見過太多老友記，70歲之前唔注意身體，煙酒不停，飲食無道，又唔做運動，結果70歲一個百病纏身，中風嘅中風，糖尿嘅糖尿，腎衰竭嘅腎衰竭，一年到頭進出醫院。仔女為咗照顧佢哋疲於奔命，請假扣糧，夫妻吵架，甚至搞到離婚都有。你話呢啲係咪你想見到嘅結果？你話你愛仔女，但如果你唔愛惜自己身體，最後辛苦嘅唔止你自己，仲有你最親嘅仔女。你等於將痛苦轉嫁俾佢哋。相反，如果你70歲之後仍然可以自己行街買餸，自己煮飯洗衫，自己沖涼去廁所，你嘅生活品質已經贏過好多人。你已經係一個幸福嘅老人。你唔使睇人面色，唔使求人幫手，唔使覺得自己冇用，唔使覺得自己係負累。呢種自由同尊嚴係幾多錢都買唔到嘅。所以由今日開始，請你好好善待自己嘅身體，唔好再食咁多鹹魚臘味，唔好再飲咁多濃茶烈酒，唔好再捱夜。每日出去行下公園，拉下筋，喐下手腳，曬下太陽，唔使做劇烈運動，但一定要保持活動。等啲關節唔好生鏽，等啲肌肉唔好萎縮，等啲骨質唔好流失。你對自己身體好，身體就會對你好。你對自己身體差，身體就會報復你，而且報復得好狠。呢個道理好簡單，但好多老友記偏偏就係要等到出咗事先識得後悔。
到咗嗰陣時後悔已經太遲。我勸你唔好等而家就即刻開始，每日行30分鐘，飲夠8杯水，食多啲蔬菜水果，早睡早起，定期去檢查身體。你做到呢啲基本嘢，你已經為自己嘅晚年打咗一支強心針。健康嘅身體係你晚年最大嘅本錢。有健康就有一切，冇健康就乜都冇，再多錢都冇用。你唔使仔女貼身照顧，仔女反而會更加願意親近你，更加願意同你相處，因為同你相處係一件愉快嘅事，而唔係一件苦差。你係佢哋嘅福氣，而唔係負擔。呢個就係現實。你越唔使靠人，人越願意靠近你；你越依賴人，人越想遠離你。你好好記住呢句話，係我幾十年睇透人生之後嘅肺腑之言。講完身體健康，我講第5件事，亦係最後一件，就係要有自娛自樂嘅能力，唔好依賴仔女嘅陪伴。好多老友記晚年過得痛苦，原因好簡單，就係太寂寞。佢哋天天盼着仔女打電話返嚟，天天盼着仔女返屋企食飯，天天盼着有人同佢傾偈，天天盼着有人帶佢出去玩。仔女冇打嚟，佢哋就失落；仔女打嚟講2句收線，佢哋又失落；仔女返嚟食完飯走咗，佢哋更加失落，覺得成個世界都空咗。佢哋將全部嘅快樂、全部嘅精神寄託都放晒喺仔女身上，結果仔女越嚟越大，壓力越嚟越唔敢面對佢哋，越嚟越少返屋企，越嚟越怕接佢哋電話，形成惡性循環。老人家越追，仔女越走，最後老人家更加寂寞，更加痛苦。70歲以後，你一定要學會享受獨處，享受一個人嘅時光。你要有2樣能夠寄託心靈、自娛自樂嘅興趣，或者有2個能夠吹水傾訴嘅老友記。仔女嚟咗，我哋歡迎仔女忙，我哋自己都可以過得精彩。你可以去學太極，可以學唱粵曲，可以學種花，可以學書法，可以學下棋，可以學釣魚，可以約埋3、5知己飲茶吹水，可以參加社區中心嘅活動，可以做義工幫人，可以返老人中心同其他老友記打牌傾偈。總之要令自己忙起嚟，令自己嘅生活有寄託、有目標、有期待。當你唔再將所有注意力放喺仔女身上，你嘅世界就會變得好大，你嘅快樂就會變得好多，你嘅生活就會變得好充實。你唔會再因為仔女一句說話而開心或者唔開心，因為你嘅快樂係由你自己主宰，而唔係由佢哋主宰。你已經做返自己生命嘅主人，一個獨立嘅老人家，一個有自己興趣同圈子嘅老人家，係最有魅力、最得人尊重嘅老人家。仔女見到你生活咁充實、咁精彩，佢哋反而會更加放心，更加願意同你相處，因為同你相處冇壓力，只有歡樂，只有正能量。70歲之後孤獨係常態，但學會自娛自樂就係福氣，就係你戰勝孤獨嘅武器。如果你想知道點樣在不花大錢嘅情況下，喺晚年找到真正豐富嘅精神世界，打發時間嘅興趣愛好，記得一定要訂閱我哋。我哋後續會分享更多適合老友記提升晚年生活品質嘅精彩內容。你唔好覺得自己老咗就學唔到新嘢。我見過80歲先開始學彈琴嘅老人家，亦見過75歲先開始學畫畫嘅老人家，仲見過72歲開始學用智能手機學上網睇片嘅老人家。佢哋都活得好開心、好充實，完全冇時間覺得寂寞。年齡從來唔係限制，你嘅心態先係關鍵。你肯學肯試，你嘅晚年就可以多姿多彩。你封閉自己，你乜嘢都唔肯試，你嘅晚年就會苦悶無比，日日等死。呢個選擇權完全喺你手上面，冇人可以幫你揀，你一定要自己為自己負責。人到了70歲，係人生一個大關口，一個轉折點。做到呢5件事，你已經係人中龍鳳，後半生必定安樂無憂，必定受人尊重。中咗3條以上嘅朋友，我喺度真係要恭喜你，你已經係人生大贏家。你嘅晚年命水已經好過好多人，你手頭有積蓄唔分家，你有獨立空間唔同仔女住，你識扮懵唔問是非，你身體健康行得食得，你有自娛自樂嘅能力。呢5件事你做到任何3件，你已經贏過大部分同年紀嘅人，你已經可以安安心心過好每一天。但如果你發現自己一樣都未做到，都唔使灰心，都唔使絕望，因為而家開始永遠都唔遲。70歲都仲有時間，都仲有機會。你可以由今日開始好好規劃自己嘅財產，好好打理自己嘅身體，好好培養自己嘅興趣，好好同仔女保持適當距離，
好好學會扮懵，一步一步嚟，唔使急，唔使逼自己，最緊要係你肯踏出第一步，肯為自己嘅晚年做啲嘢。今日呢番真心話送俾所有正在為後半生修行嘅老友記，送俾所有為仔女操心咗大半世，而家係時候為自己而活嘅你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內容對你有所啟發，有所幫到，請幫忙分享俾你身邊同齡嘅朋友，等大家一齊精明，一齊過好下半生，一齊做人生贏家。未訂閱嘅朋友記得點擊訂閱，咁你就唔會錯過我每一集嘅分享。我哋下期再見，祝你身體健康，日日開心。最後我再講多一句，70歲唔係人生嘅終點，而係另一段精彩旅程嘅起點，係你真正為自己而活嘅開始。你呢段旅程要過得精彩定過得痛苦，完全處決你自己，處決你肯唔肯改變，肯唔肯放手，肯唔肯為自己而活。你有智慧，你有經驗，你有人生閱歷，你絕對有能力過上一個有尊嚴、有底氣、有快樂、有福氣嘅晚年。唔好再為仔女過度操心，唔好再為錢財過度憂慮，唔好再為是非過度煩惱，好好為自己活一次，好好享受屬於你嘅黃金歲月。你值得最好嘅晚年，只要你願意改變，一切都嚟得及，一切都為時未晚。我係文峰，下次再同你傾過，拜拜。